1963年8月28，俄罗斯马丁路德金恩伫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政府种族歧视。伫集会现场发表出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带美国走上民主发展史上上重要的一里路。金恩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半世纪了后，好莱坞将金恩朴树争取美国黑人平等投票权的故事拍做电影《夺梦大道》。1991年8月28，台湾突破外交困境，正式向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申请入会，而且是比较奥运模式以中华台北的名称申请。结果伫2年后，甲中国香港同时批准入会，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台湾敢会使派出经济事务领域代表参加。所以讲每一届 APEC 峰会，台湾总统想要出席，拢是由北京当局来主动。2008年8月28，台北地检署侦办调查局前局长叶成武涉嫌暗砍前总统陈水扁的新妇黄瑞珍，伫瑞士开户相关的公文。叶成武正式被起诉，变成洗钱事件中头一个被起诉的人，嘛是中华民国司法史上头一位被起诉的调查局前局长。